早唔會空肚食早餐，呢個大家都知嘅。仲有嘅係我左手又係用，手背又係用，呢個大家都知。最後我想講嘅係，我好中意坐飛機，我係唔會轉機嘅。唉，咁你兩個落機啦！唉，真係怨氣啊！好啦，呢個時候我哋有請第二位入選嘅天王，佢就係旋轉天王。我個人咧就好博愛嘅，最近我睇中咗兩部車，第一部當然我心愛紅色代代啦，第二部就係黃雙方國，我心存在派。知否在今夜心聲，知否第4晚心情。旋轉啊，你嗰兩部車咧就有㗎啦，好大隻下㗎，落台啦！好啦。呢個時候，我哋有請有更多天王之稱嘅華弟。佢哋都冇嘈過，你唔使輸㗎啦，講嘢啦。今時今日唔認自己有老婆，唔係講聲對唔住就夠夠，點先至啱？我哋應該做多啲善事，就例如助養一位山區貧困嘅紙紮小鬼，而家每日只需要7749蚊，就可以確保佢哋都有廁紙用，唔使搞到啲紙衫紙褲污糟邋遢。人善天不輕，簡單一個道理。去玩去店，利號出發，好事好事。唔好意思，私隱大法。好啦，我哋不如請最後一位天王，佢就係人狼天王。人狼天王，好似好遠咁樣。你啊應該隔離台啊，竹篙灣嗰邊嘅，做乜嚟咗呢度大樹灣呢？為咗我生命好重要嘅人，我唯有出翻嚟飛咯。哦，你嗰兩個女啊？唔係啊，係兩個男人嚟嘅，係雷幻兄弟。咁你食兩個茶禮啦，真係。好啦，4位候選天王已經喺度，係時候請我哋嘅攤上嘉賓，佢就係舊年永遠榮譽大獎得主大哥馬東。
啊！你睇下幾多人，不如講幾句啊！他們找我攀獎的時候，其實我是拒絕的，因為我覺得不能叫我攀，我就馬上攀，你先給我試一下。後來我知道沒有咒罵成分，那我知道這個獎可以頒啊！哇！大哥講嘢句句都啱嘅。好啦，呢、個時候咧，咁多位後線天王已經喺度。嗱，評委，你哋手上嗰把鬼口水槍咧，一陣間就射你哋心目中嘅得獎人。不過咧，冷靜啲，唔好過界，同埋唔好射佢哋塊面，因為佢哋仲要揾食嘅。預備，3、2、射！哇！好，睇下結果先。好，2009年路奧斯卡大典禮永遠榮譽大獎嘅得主，就係